大家好，我係 CamCam 豬，歡迎嚟到我嘅頻道。我會繼續發放更多正能量，令到你哋每一位能夠開心快樂每一天。多謝。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善待自己。網絡文章：一個人懂得精神富養自己嘅內在，內心豐盈嘅人，獨行亦如眾，不斷滋養自己，讓靈魂輕盈，而唔係一味放縱同享受生活，依靠錢財同外物去滿足自己嘅私慾，而係要不斷努力豐富自己內心嘅世界，富養自己嘅學識，衣冠鎮小人，言語壓君子。冇幾個人會唔通過你嘅外表去了解你。與其渴望被認可，不如不斷改善自己。你可以有窮嘅時候，但唔可以有窮相。越係無人問津，越係要優雅自信。人最偉大嘅成就，就係讀書獲得學問，睇到更加廣闊嘅天地，可以開拓自己嘅眼界，明辨是非，注定係截然不同嘅命運。只有自己足夠優秀，咁樣就可以站喺命運嘅金字塔頂端，向下兼容呢個世間一切嘅美與醜。櫻花樹下站嘅邊個都係美，你嘅愛比邊個都熱烈。要學會愛自己，只有自己活得豐盈，先至有能力去愛人愛己。冇邊個會成為自己一輩子嘅靠山。呢個世界我哋都只嚟一次，一定要淋漓盡致咁活着。最近睇到一段好滋養人嘅說話：當我真正開始愛自己，我睡得越來越早，也越來越喜歡鍛煉。我不再糾結和焦慮，變得自信滿滿，去追求有意義的人和事，並為之燃燒自己的熱情。我發現人生才真正的開始。睇過一段話，非常之暖心。人之所以幸福，是心態好；人之所以快樂，是不計較；人之所以知足，是不攀比；人之所以寬容，只有心胸。朋友唔需要太多，真誠就好；知己唔需要多，一個就好；家人唔需要太親近，牽掛就好；日子唔需要太富有，快樂就好；錢唔需要太多，夠花就好；屋唔需要太大，溫馨就好；身材唔需要苗條，健康就好；穿衣唔需要名牌，合適就好；人生唔需要完美，幸福就好。時間即逝，轉眼已過了半生。回頭望去，一路走來，有快樂，有苦澀，有驚喜，有遺憾，亦終於懂得咗人生最大嘅幸福，唔係在於物質豐盈嘅程度，而係在於你係咪有一個好嘅心態。生活對邊個嚟講都唔會係一帆風順嘅，心態好嘅人，無論處於乜嘢境地，都係能夠積極咁去面對，無論面對點樣嘅結局，都能夠坦然咁去接受。心態好嘅人，永遠熱愛生活，善待自己，既受得了眼前嘅苟且，亦護得住心裏邊嘅情懷。有一句說話講得好，生活就像一面鏡子，當你對他哭時，他就對你哭；當你對他笑時，他就對你笑。好多時候令我哋感到痛苦嘅，並非係我哋遇到嘅嗰啲難人難事，而係我哋好差嘅心態。人生處處都有艱難，但令我哋快樂起嚟嘅方法，其實並唔難，無非就係沒必要，不至於，懂知足，別攀比。年紀大啦，經歷嘅嘢多咗，你就會發現呢個世界乜嘢人都有，乜嘢事都有可能發生。如果係要事事都計較嘅，跟邊個都要去計算嘅，咁你嘅日子
只會越過越累。慾望係人為嘅貧窮，知足係天然嘅財富。世間繁華萬千，我哋唔可能乜嘢都擁有，要學會知足。知足者貧賤亦樂，不知足者富貴亦憂。生活係自己嘅，冇必要去同人比。錢再多，不如有一個好嘅身體；屋再大，不如有一個溫馨嘅家。凡事唔追求太滿，先至會方得圓滿。千金易得，知己難求。兩三知己，勝過萬千嘅泛泛之交。人到中年，見識過太多嘅人，深險惡後，先至明白，朋友唔係越多越好，而係越真越好。水容萬物而無形，上善若水而不爭。對人對事唔要太過苛求，常懷一顆寬容嘅心，包容他人嘅過錯，亦寬容自己嘅不義。心寬則路寬，路寬則心安，心安則無憂。正所謂日出東海落西山，愁也一天，喜也一天。遇事不鑽牛角尖，人也舒坦，心也舒坦。早晚奔波為生活，忙也樂觀，閒也樂觀。冇稱心如意嘅生活，只有知足感恩嘅心態。人生最幸福嘅事，只不過就係跟家人一起過住尋常嘅日子，家裏有燈火，平安健康，有說有笑，日子向暖，歲月生香。若無執念在心頭，人生何處不清歡。歲月無聲過，此生不再來。如果來不及認真嘅年輕，不妨選擇認真嘅老去，平平淡淡嘅過着，開開心心嘅活着，背不動嘅放下，得不到嘅看輕，少攀比，常知足，要寬容，別較勁，所有嘅最好都不如剛剛好。記住，好起嚟嘅從來都唔係生活，而係你自己。將時間分俾睡眠，分俾書籍，分俾運動，分俾你對呢個世界嘅熱愛，而唔係將自己浪費喺無聊嘅人同事上。當你開始做時間嘅主人，你會感受到平淡生活嘅噴湧而出嘅平靜嘅力量。至於嗰啲焦慮同不安，自然會煙消雲散。只要開始富養自己嘅性情，你嘅人生先至真正開始。所有嘅痛苦同情感嘅折磨，都只係嚟提醒我哋，活着唔要違背自己嘅本心。除咗生病以外，你感受到嘅痛苦，都係你嘅價值觀帶嚟嘅，而並非真實存在嘅。願我哋散發出一種感染力，能夠溫暖及照亮別人，吸引同等能量嘅人，成為你嘅知己啦。